我發現有一部機新嘅機，真係叫 Next Phone， 佢就係一部有3個 OS 平台嘅機。開機嘅時候咧就係 Android 嚟嘅，然後如果你駁 mon 咧，咁喺個 mon 嗰度咧就 run 緊 Linux， 然之後咧你可以重新開機 dual boot 佢入 Window， 佢 Window 淨係手機嗰度咧 Next 係寫咗個類似當年 Live Tiles 勁開心嘅 UI， 咁你駁 mon 就 Windows 11咯。哇，超開心！跟住我就哇 OK 喎，呢間公司係一間好有諗法嘅公司。係啊，其實呢間公司好耐噶啦，佢14年前 propose 出嚟嗰樣嘢咧，就係 Next Phone， 然之後有個 Next Tablet， 咁啊 Tablet 又係冇 CPU 嘅，然之後你就插入去，然之後你就有個大 mon 用，然之後你將個 Next Phone 放喺一個 Next Dock 嗰度，即係有 keyboard 有 mon 嘅，就變咗個 laptop， 然之後有個 monitor 又係你插入去，又係有個 all-in-one 用。喂，咁真係好 niche 喎，係好 niche， 但係一個好 grand 嘅 idea。你諗下，如果我哋生活喺一個世界係你淨係需要可能每年淨係換手機，係一個好烏托邦嘅世界，係啊，係好開心嘅一個幻想世界，係啊嘅 hope and dreams，係啊，好唔現實啊！聽係真係好想買部嚟玩，係啊，買啊！